来大鼎用传统烧茶的方式，同时咧煮青草茶，每一鼎至少爱兄煮1点钟。这是李天虎明星书院钟德堂，每当夏季上热的时阵，职工拢会来捡青草仔，煮免费的青草茶给民众。较早就是咧做这飞五金嘛，大家拢喙焦，因这老前辈这吼，拢讲无兄挂青草仔来互食，食了大家袂歹吼，大家就一个团过一个。这飞五金发展起来，人会有用，拢自由个头家拢家己咧做，无人花，就工人花了就有人。一日兄24点钟拢袂好过。每当煮青草茶，涂骹拢会出现上摆的茶果，成为特殊的景象。也毋过这几冬志工年岁大，地方烦恼无人来学煮青草茶，因此万年文史推广协会堪称中国小，趁着暑假期间，带学生来认识这项在地文化。我第一届来吃挽青草这我暑假第一届来吃。那不只是咱李天虎民生书院同志堂，也搁有咱的圣化堂，搁咱的超风寺，拢是属于阮地方三大青草咧煮的这3间大庙。那今年最主要就是要互囡仔来了解阮的地方，搁较深入地方文化。青草茶煮到大将近1甲子，啉了退火个消暑，是在地人满满的心意甲记忆，嘛是文化传承重要的意义。但是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